我是阿爸，你爱是我阿爸。哦，我是你阿爸，嘿，子怡，阿爸，子怡，面前就阿爸嘞，面前就会子怡。好嘞好嘞，阿爸，我一下就带你来一转。大姨啊，那归天的温水天安太安江，是哪啥个呀？阿爸，马上呀个，哦，马走路个呀？安公，马上呀。你讲的马上呀？哎，为父讲的马走路，马上呀，马走路，马上呀，马走路，爱路就一路啦。哎，俩错琉璃太硬哦，西面就会怕围墙，安太太，因为马啥个呀？好，阿爸，强勇，马上呀个，因为马走路个呀？哎，马上呀，马走路，马上呀，马走路，青菜一路啦。子怡呀，你有好冇啊？大家咪讲我懂友好，那么我要我用2个来出来。唔系啊，你嘅好，系友好阿爸嘅好。係咯，嘅阿爸我就買到啦，冇好用嘅，嗱佢 fit 係。王子，你那系對阿爸友好啊？唔但搶了錯琉璃太牙喎，就連那鬼片的溫水天，阿爸就會撥你。冇啊，阿爸，你冇發誓話，你那有錢就唔是買本我啦。阿爸，你講話係講古還係講落代，我呀真愛惜你的牙套。唉，王子啊！山明水呀秀啊，浑水呀甜呐，琉璃太牙木，它为强为西边，所以你那是对我有好顺，有钱有啊木，也有啊
天呐！阿爸公啊爸，这菜甜哦，我嘛个有钱也有甜。阿爸，你呀唔系当今嘅万岁哦，看爱快意安我啊！老爱呀，天哪！阿爸，来一张。眼看那日头啊，强下西施来哟，为何不见爱媳妇？老夫你回家里。两家呀，自己呀，小心西施来哟，听秋中火做头前，做头一刻不甘哩。金亮啊，要错，唔好这个不用吵咧。跳忙嘞，金亮啊，要错啊！阿爸，都我卡了，你啲嘅定啊，哈！不要家，不要家！阿妹慢走来嘞！阿爸，俺哋要倒暖滚水嘞！啊！阿妹，哎呦，我见嘅时候，那个小枪枪，我会开死的呐！妹，今阿妹从哪位好呢？啊，我就买鹅啊！啊，买我的呀！哎，今我较太早，四口面说较有影个哦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咩买鹅？去买鹅卜卜。咩用诶，冇买起嘛？冇啊！千万啊！我拿去买哎，你都带去买到阿妹要去买我诶，叫拿出来啊！我去买阿爸。哈，哎，我卡硬裤呢，死穷人，你做熊包诶，你去买一只阿爸，阿爸你气死来！不要讲，莫打，不要讲，莫打你了，莫打你了，不要讲，莫打你了，我也冇辦法啦，佢啲路我冇喺樓見買，我實在冇路好轉一啲喎，定係買幾條橋，跟路就動太條哦。听来了解，莫不是，也就是你老公公有缘分。你家家去请公公落来。好啦，阿爸，凡儿，你提高何来呀？阿爸已經唔提了，阿婆要打到鬼神的激痛的一點喎，就因為買到你啦，才會不去打。阿爸，阿婆娘講要讓你見你哦。嘿，此骨頭家官不見心求面呐！哎呀，哦，我起來講啊。
姑娘姐，阿爸讲咯，佢讲好，家官不见心求面。是。阿姨，你去对公公言说，既然有缘来做一家人，爱做心求嘅，理所当然要友好佢，奉太佢，冇见面又会做得。哎呀，哦，我去老佢讲哦。阿爸，我不用讲了，跟冇见面用会做的。下一拜，你那是八太平啊！我冇地方卡，我不用，我共样会不你使。哎呀，反正你用不按用讲法，唔系啦，就讲我友好你的意思，跟冇见面用办封太你啊！这么真是地书塔里的好心球啊！太爱敬耶！阿爸，听开了。姑娘姐，你就阿爸，见你。替我向前见礼。拜见公公，免礼，车公公。子啊，快快拜见阿公！拜见阿公！很好又爱问过，拜见阿公。哎呦，阿姨啊，做乜嘅生日呢？就去喊阿公，你要天天就去喊啦。啊？不是饭啊？唔是啦，哦。你两人按到嘛个名啊？俺就去见了，你就会见了，俺去尿出。你就会用错，见了用错，妙啊！错嘞，阿祖诶，阿爸有讲哦，佢当日要食四两翅哦。啊？嘛该用到四两翅啊？四两翅有啲哦，就係酱猪苗，表啲滾水湯那個，哎呦就食得。哈，不靠辛苦，哪有錢後來買豬肉呢？根本冇辦法哦，那係冇友好阿爸，本隔壁連沙見啲哦，公愛兩沙不好哦。這，按你講沒有道理哦。阿爸仲印度誒，印度就會友好阿爸，奉太阿爸。我哋阿妹啊，還有兩月，你先拿去用，你這個事情，現在我打算。哦，好啦，跟愛兩沙佢哋會好啊嚟嚇。好呀，骨頭啦，好嘛嘅。咩啊？友好阿爸。自家一本高已經，上古流傳多已經，見了這拍戲。要係人家有一本，冚家創業人上人。種種事情講得好，幾言語嘅事真，肉錯萬二隻拍戲。有用後生談此教，莫用兒孫不留心。夾得真好啊！紅得數碼多啊，無價寶啊，也是馬神。好
钱呐，银呐。你两人接得真好，来，阿公讲你的试试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阿公，你系嘛个意思啊？这意思是讲啊，人长出世啊，每3年嘅本性就会善良嘅，后来呢接触到嘅人事物就不相同，渐渐呢心情啊就更差更多咧。啊！是面目在林处，只不下来谈天书。是面目在林处，只不他谈天书。错唔得咯，佢两个世界的东西哦，挨你下掉落去，袂不去唱枪枪哦。怎么改嘛改？啊哦，阿爸拢唔讲，让妈妈啲地背后煮当多煮牛好食，当好食，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。我是主娘，我是主娘。大家讲爱我，佢两个世界的边爱喊卡我么，当好片。阿爸，来，呀，四两葱嘅四两翅，来，动手哦。哎，俺两个孙儿就去哪呀？哦，佢哦，阿叔啲地背煮当多，哈，你先生来，适合让孩子都出来，哈。哦。阿爸偏爱某样某价。我是主娘，我是主娘。哎，你两三唔好惊讶，嘅本爺公式啊！哎，唔好驚訝啦，唔好驚訝啦！有素哎呦，质，哎呦，哎呦，我打你，我打你！我打你啊！你冇按指水银好嘛？喊出一聲，聲音嚟哦，叫做無你叫到按太上，叫到按太上啊！我講你哦，我本日打唔到，我唔驚。嗬，聲音嚟從來是無法講哦，佢萬歲啊！你看你說到按用牛肉、馬肉啊，喊我聲音嚟出去天窗。好聽係唱嘅假個，唔啱我，我不會唱唱唱。我實在會俾你氣死！來，什麼包啊？阿公帶你去，我不會是三層肉。來去。運用嘅實，阿爸又冇識到。溫兒，老聲音嚟實槍槍誒。嘿喲，我哪有識到啊？你看，阿爸冇中藥同好食，看你天公你，我用個神。你想辦法咯，我係是唔啲哦。
还有冇啦？嘛该还有冇？是该啊，按多冇的啦。冇嘞啊。我本身我中本两个生意呢，都数两个五两油，就本一骗走去的，哪还有呢？来老唔讲哦，今日好吼，你自家想办法，我是唔知哦。不要讲，我想到咧，唔係有兩個奶嘅，買提嘅去割豬肉，幫阿爸食。你讲乜嘅講法？你會到我個豬肉幫阿爸食，你去留奶也買提起，你做乜乜嘅？阿爸，哎呀，不用食，冇要緊啊，很後生，較病條嘅，加兩個出來哦。你放棄你嘛？係捱麥子，冇可能嘅事情。你這件唔係，你唔係捱做幹冇？咁用咪？捱做幹虧你。阿祖。上條狗啊！做人是該愛善良、愛友好，唔鹽水甜甜的。今日買到阿爸，佢講我說是了事，但那個冇想辦法買不起身，我就不好了，阿祖。難道兩個道理你敢問你？